科學家發現第二個地球。潘多拉星球靚呢，想唔想搬去住呢？美國一班天文學家早前宣布，用天文望遠鏡發現太陽系以外有個類似地球嘅星球，個名叫做 Gliese 581G， 距離地球有成195萬億公里㗎。太空船要飛成220年先至到。佢係 Gliese 581行星6個行星之一。Gliese 581已經變成紅矮星，冇太陽咁熱。581G 同紅矮星距離啱啱好，唔會太熱或者太凍，仲可以產生液態水，變成海洋、湖泊或者河流。佢嘅質量係地球嘅3倍，相信有大氣層同地心吸力，地心吸力仲比地球大，人類走動嗰陣都唔會覺得有困難。581G 公轉一周只需要37日，所以星球一邊長期對住紅矮星，永遠都係日頭，溫度有成71度，另外一邊就永遠都係夜晚，氣溫只有零下4度，但中間地帶就適合生命居住，生存機率有成8%㗎。移民太空原來真係有可能㗎。